我身邊嘉賓咧有認可財務策劃師林寵恆 Alvin 喺度啦，早晨 Alvin。早晨 Crystal。近排咧我哋個恒指咧又上翻去到26,500啦。我聽好多咧唔少啲家庭觀眾朋友咧就話，買啲高息股咧都財色兼收，應該都幾開心噶啦。睇嚟啲高息股好似真係幾吸引咁喎呢排。你講得啱啊！而家我諗好多人嘅感覺就係又賺息又賺價，係咯，即係個股價又升，跟住每年又有幾厘息待落，都開心過好多已經係啊。冇錯啊！不過我就係知道咧，你都提醒咗我哋少少，就係話，唔好真係話咁老定，會 keep 住一路升，可以一直咁樣去財色兼收嗬。係啊，冇錯啊！有時我哋講笑咁講啦，股市係估噶嘛，咁你唔知道其實幾時會升，幾時會跌嘅。好多即係事後就解釋就簡單啦，但係事前其實都係估計啫。好似我哋睇一啲唔同嘅，就算大藍籌咧，可能以10年嚟計咧，個股價而家就叫做好高啦，但係可能10年內咧曾經見過得1/3嘅價錢都得嘅喎，好多啲股價都係咁嘅情況啊。所以如果你一路揸住個股票，一路以收息為主，你唔喐嘅話咧，其實有機會股價可能突然間即係唔係突然間嘅，可能唔知幾時突然唔見咗6成7成，咁到時真係喊都無謂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咧呢啲又好難估喎，即係你首先要知道佢幾時摸頂啦，即係呢樣嘢已經好難㗎啦。我哋點樣捕捉到最高位啦？咁係咯，咁其實係可以點做嘅先？係啊，永遠啲高位低位咧係事後先知㗎嘛。咁啊之前都係估嘅啫，所以我自己咧都會做一啲嘅即係叫做分析啦。咁啊譬如話用收息股咁計咧，咁我會睇下嘅就係過去嗰10年咧，其實啲價錢啊、啲價格點樣有個波動，相對翻股息啦。咁有時我會做一啲比較，就係如果個股息係即係叫做低過某個數嘅話咧，咁可能代表咗咧佢派嘅息少咗啦，又或者咧就係可能個股價升咗啦，咁有機會咧係要做一啲嘅即係叫重新配置過嘅。尤其是就係如果我真係退休啦，我係靠收股息去作為生活嘅話咧，咁我要特別要提醒翻大家咧，就係注意一個叫做回報排序嘅風險啊，即係話你揸住嗰個派發收益資產，佢嗰個嘅收益嘅回報方面嘅波動咧，其實有機會影響咗你長遠係咪能夠收到咁多嘅收益咯。但係呢個字我哋應該點樣解讀咧？嗱，我就見咧有啲個解釋就係話咧，佢係最緊要去睇個時間點嘅，即係就係話啦，咁究竟係個退休初期啊，係跌啦定係升咧？呢個就好緊要啦。如果真係咧喺個退休初期就已經係咁啱唔好彩啦，大跌市嘅話，咁變相又要攞翻啲錢出嚟去套現啊，或者又好，或者係點樣都好啦。咁樣其實係最傷。啱啊！你講得啱啊，就係好似譬如話早幾年係疫情嘅時間咧，當其時有一啲股票，譬如話匯豐，可能跌到落去30零蚊嘅，咁甚至乎唔派息添。咁我為咗要生活，因為有一個固定嘅使費走唔甩㗎啦嘛。咁我為咗要生活咧，我被逼咧就將我手上嘅股票咧賤平賤賤咁樣賣咗。所以到今日咧，可能你話升到100幾蚊啊、100蚊樓上咧，對你嚟講冇影響啊，因為啲錢都冇晒啦，已經啲股票都賣晒啦。所以如果你揸住一個資產，佢有靠佢派發收益生活嘅，如果價格佢一路持續下跌咧，咁有機會你嗰個資產嘅價值咧，嗰個嘅叫做損耗啊、萎縮係比你預期更快嘅。咁到佢真係再週期上翻去都好啦，因為咁嘅情況已經消耗咗好多啦嘛。所以就算再重新派發收益或者收益唔錯都好啦，其實都未必夠你生活咯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啲報酬嘅排序風險啦，或者回報排序風險。但係呢樣嘢咧，其實又好難控制喎。即係首先我控制唔到個市係升定跌啦。咁仲要咧，即係講緊，譬如話我哋係想買嚟收息股嘅，用嚟退休就好啦。咁譬如退休，我可能即係快極為幾年後啊，或者10幾年啊，個別嗰啲咁可能幾十年後，喂，好難估喎！即係我點知到時個市係升定跌咧？即係我連下個月究竟會唔會突然間大跌市都唔知啦。咁我點提防啊？你講得啱啊！所以咧，我哋就好難話去估計個市場或者個股票啊個價格點樣走，因為呢啲係太多不確定因素發生啦。調翻轉就諗嘅就係要管理自己期望咯。即係譬如話用一個好簡單嘅啦，就係用一個時間個平均嘅嗰段時間啦，嗰隻股票嘅派息係幾多嘅，個收益率係幾高嘅。咁如果而家咧，相對上，假如佢嘅收益率咧係低過平均數咧，其實代表緊可能佢派少咗啦，或者個股價升高咗某位置㗎咯喎。咁代表緊咧就係可能你要再做少少轉變啦，係咪將手上呢一個未必咁吸引嘅一個嘅股票咧，可能將佢部分套現，保存翻一啲嘅流動資金咧，係作為未來生活費啦。咁啊等佢價格再有一個調
調整嘅時間咧，就再一個低位再買翻佢咯。咁呢啲就係我哋成日都講一啲叫做平均成本法嘅策略嚟嘅，平均入同埋平均出咯。咁呢個就容易管理啲，咁亦都幫助到你就唔使成日都掛住望住個市場走勢啊，又唔知特朗普講乜啊，又唔知習近平主席有咩要分享啊，咁啊減少咗呢啲煩惱咯，開開心心攞啲錢去使咯，好重要咯。咁啊係，即係尤其是本身買高息股係諗住貪佢防守力夠噶嘛，希望唔好話咁波動啦。咁我知 Evan 你好好啦，你幫我哋揾咗啲咧真係大家最中意嘅嗰啲嘅大藍籌，兼且都係高息股嘅股份啦，即係包括中海油啊、匯控、中移動啊、啲內銀股啊咁樣啦。咁我哋其實係咪最緊要就係要比較你啱啱所講啦，最新嘅股息率同埋佢哋過去10年個平均股息率咧？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好似大家見到咧，就係喺過去10年嘅平均數，相對而家數嚟計咧，如果係明顯地有一個比較大嘅，即係目前嗰個股息率啦，係比較上係低嘅話咧，明顯低嘅話咧，其實可能反映緊個股票嘅價格咧都係偏高嘅水平㗎啦。咁穩陣嘅，因為我哋講緊要收息作為生活嘅咧，其實唔係要賺到最盡啊嘛，反而就係點樣可以穩穩陣陣地揸住啲資產啊嘛。所以可能喺呢一刻嚟計咧，就應該要將部分咧將佢保存作為一個流動資金啦，係用嚟應付生活嘅同時咧，亦都增加筆嘅叫做本金啦。等個嘅股票價格咧有機會再低翻啲嘅時間咧，我先再買翻去都得嘅。因為股息率咧就通常就係話啊，咁如果個股息率係即係佢低咗嘅話，咁一嚟就係佢可能係減少咗派息啦，冇錯。二嚟就係個股價升得太高啦，冇錯啦，所以就變相嗰個股息率會低咗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所以你嗰個嘅即係個邏輯就係話，如果而家最新個股息率嗱，比起佢平均以往10年嘅低咗嘅話，咁就係驚佢嚟緊一係個股價要回調翻，先去翻以往個平均嘅水平。二嚟就係可能佢要減少啲派息。咁如果我哋係咪咁嘅話，我哋就係望實佢個10年平均嗰個股息率去作為一個指標，我哋貼近即係話可能跌得多啲啦，咁我哋就逐步去減磅先。等佢個價，即係等佢隻股份個股息率真係去翻10年平均左右啦，到時先再買翻。呢個做法係絕對可以做嘅，因為最緊要就係我哋成日強調一件事就係，尤其是當我係退休，我真係要生活費嘅話咧，我其實唔能夠接受嗰嚿冇咁高嘅收入啦，亦都係如果佢跌咗好多時候，逼住要使咧，減平減賤賣咧，其實係好慘啊，所以就唔能夠接受呢個情況發生咧。咁啊喺而家叫做見好咧，就要收些少啦，又唔好收晒。即係分階段去做一啲嘢咯，咁樣比較上好啲咯。但係咧，我又咁諗喎，因為呢樣嘢咧，就對唔同人咧，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個決定嘅。即係譬如話，可能假設我2年後退休，咁我當然而家就可以逐步去食股啦。喂，咁但係如果我仲有幾廿年先退休，我冇理由咁快食股啩？你講啱，所以今日咧呢一個策略咧，又唔係淨係俾一啲叫退休人士嘅，有時一啲在職人士佢開始咧喺佢嘅資產組合之中啦，有部分係製造緊被動收入嘅，咁佢都希望被動收入嘅特性就係夠穩定同埋持續性啊嘛，所以佢都需要評估翻咧，佢而家嗰嚿咧即係叫製造緊收益嘅收息股啦，其實係咪都值得去繼續長期持有啊？定係先將部分套現，跟住再擺翻落去咧，喺遲啲嘅價格再低嘅時間啊，其實都應該咁樣做嘅，而一般嗰類未退休人士咧，我哋會用一個叫做100法則咧，去決定佢有幾多嘅資產可以作為比較進取啲嘅。譬如話如果佢今日係40歲嘅啫，咁40% 啫，就係佢一啲比較穩定嘅資產啦。相反係100減40就係60% 啫，60%就係可以作為進取嘅。即係話如果佢 keep 住一啲收益嘅資產係屬於進取啲嘅，譬如股票啊、派息基金呢一類嘅話咧，咁咪可能保存翻大概60%咯。咁咪其餘40%咧就買一啲咧穩陣啲唔會有好高期望，但係都唔需要擔心嗰啲嘅資產啦。即係如果你啱啱所講話嗰啲高息股，其實都算係進取類㗎咯。算㗎，因為股票咧，即係啲人成日都話，我穩穩陣陣買啲大藍籌，但係大藍籌其實我哋睇翻啲記錄咧，10年嘅價格波幅咧，都譬如匯豐啦，可以由30幾蚊去到100幾蚊嘅，中海油都由可能係7個幾去到呢一個10幾20蚊都會有，所以千祈唔好以為咧買得股票揀啲穩陣嘅就一定穩陣咯，買得股票就一定係唔穩陣㗎啦，爭在個風險度有幾高咁解嘅啫。
我見你穩陣嗰啲咧，其實真係唔受個氣氛，即係市場氣氛影響噶咯喎。即係譬如話年金啊、銀債啊呢啲，就真係因為佢已經固定咗，就係話我俾幾多你就係幾多啦。係啊，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揸一啲叫做年金啦、債券啦，或者甚至乎就係一啲派息嘅保單啦。咁呢一類資產咧，其實佢主要咧就唔係要把握時機嘅，反而就係把握時間嘅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個時間夠長咧，佢有個穩定增長，或者甚至乎有一個穩定嘅收益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最安定嘅做法咯。咁同我哋買股票啊、買基金啊就唔同啦。嗰類咧就睇時機啦，買得中咧你就其實唔使擠好耐都贏，但係買唔中咧可能擠一世都係輸，都有呢啲機會嘅。今日分享呢兩個 tips 俾大家啦，希望大家可以用嚟作參考下咁樣啦。多謝晒 Alvin。Thank you。